開門應有盡有，關門空無一物。呢幾個儲物櫃把細屋玩嘅明明白白，日為避免玄關處鞋擺放雜亂嘅問題，設計咗呢一款嘅分區鞋櫃，企住就能輕鬆換鞋。內置 V 型旋轉鞋架，唔止可以放到好多對鞋，仲好方便換鞋。唔常着嘅鞋亦都能夠存放喺入邊。而為咗避免廚房台面亂糟糟，所以做咗佔地超小嘅雙面吧台櫃，一面集成廚房小電器同埋蔥薑蒜等食材拉籃，背面收納常用藥品同大大細細嘅水杯，側面係用亞克力板 DIY 嘅櫃桶，輕鬆實現咗零食自由。三，唔想洗手間台面被雜物堆埋，所以精心規劃咗一套浴室櫃，魚翅用品放置於此亦都好順手。上面加裝嘅抽拉板可放指甲刀、鏡，甚至係手機支架，使用起嚟都幾絲滑。四，細房間唔想被床佔據空間，學我把床隱藏於櫃中，剩餘空間做成層板，可擺放各種擺件，下方仲可以收納書籍。有客來時展開床鋪，無客收起，空間切換游刃有餘。五，唔想讓屋企雜物亂堆，我將雪櫃門都可以儲物嘅特色套用喺呢一個儲物櫃嘅設計，一櫃變三櫃，物品擺喺表面，所以好攞好放且超能裝。六，玄關區儲物同樣運用咗雪櫃門可以儲物嘅特色，收納空間非常之大，從行李箱、帽子到各式各樣手袋、酒式收納日用品存放，出入門需要放置同攞取嘅物品都能夠俾佢收納，脫落嚟嘅外套亦都有位置放，完美解決咗放置同攞取問題。七，廚房為咗減少油煙與積灰問題，特別規劃櫃內收納空間，裏面設計咗好多精妙機關，如隱藏摺疊凳、隱藏式抽紙、內嵌垃圾桶、摺疊備菜架、可以拖拉嘅層板，成個空間開門剎那隨心取用，仲有好多非常實用嘅設計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歡迎關注我哋。